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5月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2篇第1节到第17节，箴言第3章第5节到12节，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6节。司提反坚持走在上帝呼召他的道路上，所以即便是他面对了犹太人作假见证来诬告他，面对了死亡的威胁，他仍然坚持走上这一条正路。上个礼拜六的新眼光读经的经文是引用了约书亚书第23章第1节到第8节。经文提到了年老的约书亚，他告诫以色列人的话说：我现在已经很老了，上主你们的上帝为着你们这些国家所做的一切，你们都看见了。上主你们的上帝一直为你们征战。我已经把已经征服还有未征服的各国土地，都从东边起的约旦河到西边的地中海，都分配给你们各自主做产业。上主你们的上帝会使他们逃避你们，你们推进的时候，他要把他们赶散。你们将照着上主你们上帝的应许，拥有他们的土地。所以你们要坚强，坚守摩西法律书上所写的一切命令，不偏左也不偏右。许多人会问说，不偏左不偏右是什么？要如何的走？约书亚接续了明白的在经文里面指引以色列人，他特别针对的对于拜偶像的事情上面，他劝诫他们绝对不可以混杂，甚至不可以提及外邦的神明。当然这还有其他许多的事情，那么原则呢，就是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为原则。正如先知以赛亚的话也这么样说道：假如你们彷徨路上，偏左或偏右，你们会听到背后的声音，有声音对你们说：这是正路，走上去吧。这是以赛亚书30章21节。今天的经文箴言第3章第5节到12节，要专心信赖上主，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上主的旨意为依归，他就会指示你走正道，不要自作聪明，只要敬畏上主，拒绝作恶，这样做等于得到良药，能够医治你的创伤，止住你的疼痛。你要用田地的最好产品献给上主，表示对他的尊崇。你这样做，你的仓库就会充满谷物，新酒盈溢，储藏不下。年轻人不可轻视上主的管教，不可忽略他的警戒。上主管教他所爱的人，
正像父亲管教他的教儿。走什么样的道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这是许多基督徒都会犯的错误。箴言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样事情，都要以上帝的旨意为依归，不可自作聪明，要走在上帝所指示的正路上。一位加州的好朋友分享了他的母亲生前在他自己的房间门上面贴了一张手写稿，牧师放在那个影片的里面。这位我们以及几乎所有的人都非常尊敬怀念的长辈，他今年3月才从台湾回到美国。在台湾的期间，牧师也跟这位长辈几位长辈都见面。但是长辈回到美国之后没有多久，却因为严重的脑溢血而安息了。从他的手写稿上面来看到的，正是他的生命之写照。牧师的意思是说，他的生活可以看出来，真的是完完全全按照圣经他所抄写的这些教导的内容来对待每一个人。他的基督徒的品格真是少有人能够比拟的，当然人不是用来比的他就是一位生活完全按照圣经教导的，以上帝的爱来待人，一点都不夸张的，在他的眼中似乎是没有坏人。他是全然跟随上帝，以上帝的爱为标准，并且走在上帝正道的一位很令人尊敬的信仰长辈。正如箴言所说，上主管教他所爱的人，正像父亲管教他的教儿。领受了上帝的管教了吗？走在上帝的正道了吗？司提反在面对祭司们以及被安排来诬告他的人们所提出的质疑与控告，他一一的回答。他再一次的提出了上帝的旨意，他再度的从摩西领受了呼召，他如何跟随上帝的旨意前行，并且上帝如何的带领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还有大卫如何的顺服上帝的旨意，预备了所有这个圣殿所需要的材料以及财物，让所罗门能够为上帝建造圣殿。当然，每一个人都知道，上帝并不需要居住在人所造的圣殿里面，因为上帝宣布说，主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能为我建造哪一种殿宇呢？何处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就都是我亲自创造的吗？但是人们却将有形的圣殿当作了自己宗教上面的神主牌，甚至胜过了上帝的地位。所以司提反这样告诉他们，你们这些顽固的人啊，你们心胸闭塞，充耳不闻上帝的信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一样，总是跟圣灵作对。
哪一个先知没有受过你们祖先的迫害呢？先知们宣告那公义的仆人要来临，你们的祖先却把他们杀了。现在你们竟然又出卖那仆人，杀害了他。你们是接受了上帝法律的人，这法律是由天使传下，而你们却不遵守法律。犹太人有了堂皇富丽的圣殿了，却不遵守上帝的旨意。这种情形好像是耶稣基督在对法利赛人以及经学士的批评一样。圣经记载说，你们这般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好像那粉刷了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全是死人的骨头和腐烂的东西。同样，外表看起来你们十分公正，内心却装满了虚伪和邪恶。他们须有美丽的外表，却没有美好的信仰，因为他们的信仰生活并没有走在正路上。诗篇102篇第1节到第17节。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垂听求助我的呼声。在我陷入困境的日子，求你不要躲开不理我。我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立刻回答我。我的生命如烟雾消逝，我的身体如炉火焚烧。我的心像枯干的草被踩碎，我连食欲也丧失了。我呻吟叹息，我全身只剩皮包骨。我像荒野的野鸟，我像废墟中的猫头鹰。我睡不着觉，我像屋顶上一只孤单的麻雀。我的仇敌整天辱骂我，戏弄我的人指着我的名咒诅。因你的气愤和恼怒，我吃炉灰，像吃饭一样，眼泪混着饮料喝。你把我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我的生命好像黄昏的暗影，我像是枯干了的草。但上主啊，你永远掌权，世世代代将怀念你。你要起来，要怜悯西安，因为你怜悯他的时候到了。现在时机成熟了，虽然西安已被摧毁，你的仆人还是爱他。虽然他已经成为废墟，他们还是怜惜他。万国要敬畏上主，地上万王要畏惧他的权威仪。上主重建西安的时候，要显示他的荣耀。他要听穷苦人的哀求，他不会藐视他们的祷告。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明白你的旨意，走在你的道路上不偏不倚，与上帝同行，走在正道上，不但是基督徒蒙福的道路，更是领受呼召的责任。感谢主的恩典，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